再来看屏东的山区嘛，传出灾情，伫西仔乡是有几个钟头拢熄电。南势村一会所的铁厝的厝顶是互风扇走。台电统计，屏东地区早上济时是有1700户熄电哦。西仔乡到中岛阁有上千户无电通用。目前山区是过落雨，台电的抢修人员伫早起9点道路开放了后，嘛用行入去现场抢修。 风正透，规个暗蒙蒙，敢若剩乌倒仔的大顶看会到路。这是屏东西仔乡的南势村，花甲沙风台昨半暝所带来的风雨，甲西仔乡的电条吹害去，过来的钟头拢停电。村长表示，一会所的铁厝厝顶嘛拢互风台扫去，树仔机断去，去影响到电线，造成停电。全部那个路灯去停电，那差不多8点多吧，现在还没有。对，是先通报到那个狮子乡的应变中心，是，然后他们会再发布到台电那边。 台电表示，受到花甲沙风台影响，屏东地区上侪有1700户停电。到昨日要暗暝，已经恢复1590户供电。不过暗时西仔乡阁传出2打电线断去，至少1079户停电，因为道路管制无法入去。台电人员23早起9点道路开放了后，已经派2组施工班用行的到现场抢修。只是花加沙台风造成寿卡地区 多处断线了现场真的是泥泞不堪山路难行我们克服困难预计在2小时之后我们就把它抢通。另外，山地毛乡德文部落阁有337户停电，雾台乡阿里部落也有95户也未恢复。屏东山区早起阁有落雨，台电人员伫道路开放了后，已经入去了解灾情，开始抢修的工作。台电表示会全力恢复供电，尽速让山区的民众有电通的使用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